谁说刘惜君淘汰是被歌手做局了？原来今天歌手第9期突围赛中，刘惜君作为守擂者被张远、魏如萱、司娜吉3人全部选中挑战，成为全场唯一需1打3的歌手。张远在组内率先晋级，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在魏如萱和刘惜君之间由观众投票产生。魏如萱以34.66%对31.66%的微弱优势胜出，引发争议。不少网友质疑刘惜君被芒果做局了，还以为刘惜君和魏如萱一定能晋级呢，发挥的挺好，为什么这排名这么离谱？还有网友质疑张远凭什么能赢刘惜君和魏如萱？搞了半天突围赛原来是阻止刘惜君突破重围，调侃怪不得张碧晨这次不愿意来突围赛。